位弟兄姊妹，主內平安，歡迎大家嚟到油塘家參加今日嘅主日崇拜。讓我哋首先去檢查我哋嘅電話係咪已經關上。有一樣我哋喺位入邊，我哋默禱，我哋等候崇拜嘅開始，求聖靈為我哋預備我哋心靈，讓我哋能夠手潔心清嘅去朝見我哋嘅神。主啊，求你賜我憐憫人嘅心，教我體諒他人嘅痛苦，與哀哭嘅人同哭，與痛苦嘅人同行，陪伴我啲有需要嘅人，與佢哋一同嘅尋找盼望。因為主啊，你喺十字架上邊為我哋流盡你身上嘅水同埋血，你體會人嘅軟弱，並說我渴了。求主教我哋體恤別人嘅痛苦。
各位弟兄姊妹，主內平安！歡迎大家嚟到油塘家參加今日嘅主日崇拜。讓我哋同我哋身邊嘅弟兄姊妹打聲招呼，我哋可以彼此問候，說聲平安，耶穌愛你。今日係棕樹主日，係紀念主騎驢進入耶路撒冷嘅日子。和撒勒，和撒勒，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就讓我哋以歡呼喜樂嘅心迎接我哋嘅大君王。請各位起立。我奉耶穌基督嘅名開始今日嘅崇拜。主的聖民啊，你們要向他歌頌，正從他的聖名，因他的怒氣瞬息消逝，他的恩惠卻一生永存。夜裏雖有哭泣，到早晨卻必有歡呼。係啊，我哋要稱頌主耶穌基督嘅聖名，要歌頌佢永恆不變嘅慈愛，佢為我哋帶嚟極重無比嘅救恩，佢以佢嘅寶血洗淨我哋嘅不義，佢係歷世歷代所期盼嘅彌賽亞，係全人類所等候嘅救主，佢就係道路、真理、生命，係我哋唯一嘅拯救。親愛救主，親愛救主，我敬拜你，傳揚你慈愛仁慈，你有大能，你是聖潔，榮耀是你無卑微，榮耀是救主。哈利路亞，願榮耀歸於我主。會眾，讓我哋同心嘅向神獻上禱告。神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永遠不懷怒，喜愛施恩？若不是你為我哋預備救恩，今日我哋有邊個能夠站喺你面前不致滅亡呢？主啊，我哋感謝你。因為在你有赦罪之恩，感謝你從十字架上邊流出寶血，塗抹我哋嘅過犯，洗淨我哋滿身嘅罪污。感謝你使我哋成為喺基督裏邊新造嘅人，有新嘅生命、新嘅樣式，能夠承受從你而來永恆嘅福氣。主啊，我哋要感謝你，從心底裏邊獻上感恩讚美。主啊，今日我哋一同站立喺你面前，要將榮耀頌讚歸於你，唯有你係配得我哋嘅尊崇，我哋嘅敬拜。
願全地都向你跪拜，願萬民都發出歡呼，願我哋嘅歌聲成為馨香嘅祭，蒙你悅納。主啊，我哋求你臨在我哋當中，求聖靈觸摸我哋每一個仰望你、渴慕你同在嘅人。求你賜下你寶貴嘅話語，成為我哋腳前嘅燈，路上嘅光，指引我哋走永生嘅道路。我哋一求聖靈賜我哋能力，叫我哋剛強壯膽，能夠喺世上敬虔度日，為主作鹽作光。我哋求你垂聽我哋禱告，我哋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祈求。弟兄姊妹，主已經教導我哋應該以心靈誠實嘅去敬拜主，就讓我哋以啟應方式讀出啟應經文第16段合神心意嘅敬拜。我會先讀啟，請會眾讀應。我要歌唱耶和華嘅慈愛，直到永遠。我要用口將你的信實傳到萬代。當樂意侍奉耶和華，當歡唱來到他面前。當稱謝進入他的門，當讚美進入他的院，當感謝他，稱頌他的名。誰能登耶和華的山？誰能站在他的聖所？就是手潔心清，意念不向虛妄，起誓不懷詭詐的人。他必蒙耶和華賜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成義。我朝見耶和華，在至高神面前跪拜，當獻上什麼呢？豈可獻一歲的牛犢為燔祭麼？世人啊，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時候將到，現在就是了。那真正敬拜父的，要用心靈和誠實敬拜他，因為父要這樣的人敬拜他。神是靈，所以敬拜他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敬拜他。求主教導我哋成為真實嘅敬拜者。請坐。我們要讚美主，因為他是我們的創造主。我們要讚美主，因為他是一切美善的源頭。我們要讚美主，因為他是守約施慈愛的神。我們要讚美主，因為他是我們的力量，我們的幫助。係啊，我哋要讚美主，因為佢配得我哋稱頌。就讓我哋嘅口不停嘅讚美，讓我哋嘅手不停嘅高舉。我的口要不停讚美，我的手要不停高舉，因你應許是我的信心，每個困難中我經歷神蹟。我哋請姊妹。我的口要不停讚美，我的手要不停高舉，因你應許是我的信心，每個困難中我經歷神蹟。請弟兄。我的口要不停讚美，我的手要不停高舉，因你應許是我的信心，每個困難中我經歷神蹟。讚美中信心不斷升起，淚水中我依然高聲唱。
我哋要讚美主，唔係因為四周風平浪靜，但係我哋相信上帝係嗰個掌管明天嘅神。我哋要高舉我哋雙手，唔係因為我哋嘅擔子輕散，相反，縱然係重擔累累，我哋選擇繼續仰望，仰望嗰位為我哋創始成終嘅神，因為佢信實上達穹蒼，佢嘅應許永不落空。縱然前路迷茫，我哋仍要繼續仰望，繼續靠主前行。讚美中，星星不斷升起，淚水中我依然高聲唱，你的心事向那穹蒼，你的應許從不落空。讚美中，星星不斷升起，淚水中我依然高聲唱，縱然前路迷茫，我心失望，你的話是的照耀前方。讚美中，星星不斷升起，淚水中我依然高聲唱，你的心思向那穹蒼，你的應許從不落空。讚美中，星星不斷升起，淚水中我依然高聲唱，縱然前路迷茫，我心失望，你的話是的照耀前方。你心是何廣大，你心是何廣大，你造人之下乘風聲安慰，我一直需要你手豐富預備，你心是何廣大，現在我身，你心是何廣大，你心是何廣大，你造人之下乘風聲安慰，我一直需要你手豐富預備，你心是何廣大，現在我身，你心是何廣大，現在我身。主啊，我哋要感謝你，因為你就係一位守約支持我嘅神，你嘅信實極其廣大，你就係我哋嘅幫助，係我哋嘅依靠，我哋可以仰望你繼續嘅前行。你們是世上的鹽，鹽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鹹呢？以後無用，不過丟在外面，被人踐踏了。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燈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弟兄姊妹，讓我哋再一次站立，我哋一同嘅去回應我哋嘅主呼召。我是誰？與你同花美侶，無味生命之死，一
誰？藏於斗底裏，可未教人忘了我是誰？人點燈放在燈台上，把一室黑暗都照亮。願能今生披戴你形象，綻放馨香。我是世上的鹽和光，堅守真理不怕搖晃，像城建於山上，不能隱藏。倘若軟弱不能前往，警醒禱告趕快就光。願人能悔改，人間遇見天國，活出主的光。係啊，我哋就係世上嘅鹽同埋世上嘅光。我哋要喺世上為主作見證，好叫世人睇到我哋嘅好行為，就將榮耀歸俾我哋天上嘅父。我哋求主幫助我哋，燃點我哋嘅生命，成為世上嘅光，讓我哋嘅真光普照世間。人點燈放在燈台上，把一室黑暗都照亮。願能今生披戴你形象，綻放馨香。我是世上的鹽和光，謹守真理不怕搖晃，像城建於山上，不能隱藏。倘若軟弱不能前往，警醒禱告趕快就光。願人能悔改，人間遇見天國，活出主的光。你是世代的鹽和光，加美苦痛拯救萬邦，為讓捨身的愛共我豐盛啟航。進入世代作鹽和光，真理真愛給我傳講。願人能悔改，人間遇見天國，活出主的光。願人能悔改，人間遇見天國，復興主的光。求主使用我哋，成為世上嘅鹽同埋光，喺人間活出主嘅愛、主嘅光。請坐。跟住落嚟，詩班會為我哋獻上嘴唇嘅祭。今日所獻嘅詩歌係救主捨命心破碎。
主耶穌為你為我心願十架，願我哋謹記主為我哋嘅犧牲，以我哋生命回應主嘅愛。以下我哋會誦讀神嘅話語。今日經文係記載喺希伯來書4章14至16節、5章7至9節。請大家聆聽神嘅話語。既然我們有一位偉大進入高天的大祭司，就是耶穌，神的兒子，我們應當持定所宣認的道，因為我們的大祭司並非不能體恤我們的軟弱，他也在各方面受過試探，與我們一樣，只是他沒有犯罪。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地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要得憐憫，蒙恩惠，作及時的幫助。基督在他肉身的日子，曾大聲哀哭，流淚禱告，懇求那能救他免死的神，因他的虔誠蒙了應允。他雖然為兒子，還是因所受的苦難學了順服。既然他得以完全，就為凡順從他的人成了永遠得救的根源。接着係正道嘅時間，今日我哋好高興有焦潔華傳道喺當中宣講神嘅話語。今日講題係大祭司耶穌永遠嘅中保。我將時間交俾焦傳道。弟兄姊妹早晨，主禮平安嚇。好，我哋唔緊要，我哋一路等個 PowerPoint load 下先。係啊，今日咧其實我哋進入咗預苦期嘅最後一週，係啦。下個星期咧就係受苦節同埋咧復活節啦。我唔知大家咧預備好你哋自己嚇進入到去咧嗰個嘅主耶穌基督佢嘅受難同埋咧復活嘅呢個歷程裏邊未咧？你準備好未啊？有人喺度沉思緊咯。唔緊要，仲有一個星期，大家要可以好好預備嘅嚇，好似主耶穌基督一樣進入去咧，即係呢一個嘅聖週裏邊進入去咧耶路撒冷嘅當中咧，去經歷咧每一日嘅嗰個嘅歷程。讓我哋先一同佢低頭禱告啊！阿爸天父，我哋感謝你，係啊，昔日你差派你嘅愛子嚟到人間，主啊，為我哋擔當咗我哋嘅罪孽，成就咗美好嘅救贖嘅恩典。主啊，讓我哋嘅心都係你嘅跟前全然嘅敞開。主啊，我哋迎接你，迎接你嘅再來，迎接你嘅帶領。主啊，因為你就係我哋嗰位永遠嘅大祭司，你就係人間裏邊嗰位永遠嘅中保。主啊，你成就咗一切美善嘅恩典喺當中。求主你賜福我哋以下嘅時間，仲有讓我哋去聆聽你嘅話語，讓我哋能夠從心裏邊聽到聖靈嘅聲音，聽到主你對我哋嘅觸摸，你對我哋嘅嗰一份嘅帶領同吩咐。主，我哋感謝你，將以下時間恭敬嘅交起主你嘅恩手嘅裏頭。主啊，你臨在喺我哋當中，我哋嘅祈禱交託奉靠主耶穌基督嘅名，阿門。好，出現咗啦。想先問下大家個問題先。嗱，我哋總會有我哋軟弱犯錯嘅時候嘅，係咪嚇？你有冇犯錯經驗啊？經常啦，係咪？好誠實啊，好欣賞呢位姊妹。係我哋經常都會犯錯㗎嚇。我哋屢屢立志，屢屢咧行出門口咧，都唔使幾多步咧，我哋又知咧會有行差踏錯嘅情況。咁想問下你哋啦，當你犯錯嘅時候，你哋會點㗎？解決唔解決？咁咪解決定唔解決咧？嚇，因為解決提出問題嘅人咧，我就解決咗個問題咧。咁嗱，每人解決嘅方法都有唔同嘅。但係你諗翻下，你細細個嘅時候，當你細細個嘅時候咧，我哋犯錯嘅時候，我哋好驚面對邊個㗎？阿爸阿媽啦，係咪啊？藤條炆豬肉咁。當你再大啲咧，你讀書啦，你翻學啦。你犯錯嘅時候，你好驚面對邊個啊？老師啦，係咪啊？記你一個小過，跟住罰留堂嚇。你再大啲啦，
當你咧即係讀完書啦，我進入社會裏邊，我去做事啦嚇。咁喺工作上面犯錯咧，你又好驚面對邊個啊？老細啦，話答得我好響亮啊！呢下你又再大啲啦嚇，好似當中今日咁樣咧，我哋有人結婚啊，有配偶伴侶啦咁，咁你又再犯錯咧，你好驚同邊個交代啊？女人唔單伴侶係啊，我哋好唔知點同我哋嘅老公老婆去交代㗎係嘛？好似我哋我哋嘅人生咧，就總係會犯錯之餘咧，我哋總係有啲嘢我哋唔知點面對我哋身邊嘅人嘅。我哋嘅爸爸媽媽、我哋嘅老師、我哋嘅老細、我哋嘅老婆、我哋嘅老公嚇。但有冇試過你犯錯嘅時候咧，你覺得你好難去面對上帝㗎嚇？多的是，我哋果然係好誠實嘅基督徒。係啊，有陣時我哋犯錯，我哋軟弱咧，我哋係唔敢去面對我哋嘅神嘅，我哋想逃避佢。就好似昔日咧，我哋嘅始祖亞當夏娃咁樣咯，係咪啊？做錯事嘅時候就躲避上帝，係神嚟將我哋執翻出嚟嘅啫。係啊，當我哋軟弱犯錯嘅時候，我哋都好想去逃避，我哋好驚去面對嗰個問題，唔知點交代，唔知點算。嗱，喺舊約裏邊嘅時候咧，啲以色列人犯錯咧、犯罪咧，佢哋咧有上帝為佢哋預備嘅嗰位大祭司。為佢哋咧去獻祭，為佢哋咧去贖罪，成為咧人同神之間嘅一個嘅橋樑，一個嘅中保。今日咧，我哋冇上帝喺我哋呢個聖所裏邊設立嘅大祭司係啦，咁我揾牧師啦，阿牧師你幫我搞掂佢啊咁。但我哋係咪仍然迴避緊神呢？如果今日我話有人能夠幫你喺神嘅面前替你説話嘅，你唔知點開口，唔知點去面對嘅時候，你喺惶恐裏邊想逃避嘅時候，我話有人為你開口㗎，喺神面前為你去講説話，你會唔會覺得好一啲啊？安心一啲啊？我唔知點講啊！阿招傳道你幫我去講啊，或者牧師你幫我去求情啊咁。上帝有為我哋預備到嘅。今日咧我哋會仍然繼續咧。我哋喺呢個嘅講壇上邊咧，圍繞住希伯來書咧嚟到同大家分享。咁先講少少背景啦。希伯來書咧係一卷點樣嘅書信咧？其實咧係喺寫俾第一世紀嘅希伯來人嘅信徒，咁即係猶太人啊，即係我哋叫做以色列人啦嚇嘅信徒。咁當時咧個背景係羅馬政府咧，佢哋係接納猶太教嘅。喺耶穌嘅年代係嘅，係接納猶太教，所以佢哋有祭司咯嚇。但係咧，佢係大肆咁逼迫基督徒嘅喺第一世紀裏邊嚇。咁所以好多基督徒咧會被殺啦，佢哋家產會被充公啦，佢哋流離失所啦嚇，佢哋活喺咧一種嘅即係惶恐嘅裏邊啦。咁所以喺呢個環境裏邊咧，有唔少嘅猶太基督徒嚇，佢係猶太人嚇，佢曾經係猶太教，但係咧歸信喺基督教裏邊嘅猶太基督徒咧，佢哋開始喺信仰上面動搖啦。佢哋咧開始想重新翻去猶太教裏邊，而得到嗰一份嘅即係庇護啦，唔會受迫害啦咁。咁但係如果佢哋重翻猶太教咧，佢哋好似以前咁去敬拜呢一位嘅耶和華呢位神嘅時候咧，佢哋又需要再一次借助祭司嘅嗰個嘅制度或者係咧祭祀嘅嗰啲嘅禮儀，作為咧佢哋同神之間嘅一個嘅媒介，就好似翻去舊約咁樣啦。咁大祭司其實係做咩嘅咧？簡單講一句，大祭司就係咧作為神同人之間嘅一個中間人，喺神面前佢代表住人向神嚟到獻祭，喺人面前佢代表住上帝嚟到帶嚟嗰一份嘅赦罪嘅恩典咁。咁所以咧，如果冇祭司嘅呢一個嘅侍奉嘅時候咧，人同神咧嗰個交往就好似被斷絕咗咁樣嘅。喺舊約嘅制度裏邊嚇，人係好難自己去咧敬拜神、親近神啦。但係舊約嘅大祭司咧，亦都有佢嘅限制嘅喎。佢自己都會被軟弱所困，所以雖然佢係為以色列人喺度即係獻祭贖罪啫，但係咧佢都為自己嘅罪咧要向喺神面前獻祭，而且佢會成為過去嘅，
一代宗師下一代嘅大祭司咧，佢只能夠服侍佢身處嘅嗰個嘅年代裏邊嘅人，佢唔係永遠嘅大祭司嚟嘅，佢會成為過去。咁但係喺我哋而家呢個新約嘅時代裏邊，喺希伯來書裏邊講到我哋嗰位大祭司係點嘅呢？我哋一齊讀出咧4章14至到16節啦。既然我們有一位偉大進入高天的大祭司，就是耶穌神的兒子，我們應當持定所宣認的道，因為我們的大祭司並非不能體恤我們的軟弱，他也在各方面受過試探，與我們一樣，只是他沒有犯罪。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地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要得憐憫、蒙恩惠、作及時的幫助。呢度咧講到我哋今日我哋有嘅呢位大祭司係點樣嘅呢？咁我哋先集中睇咧14節。呢度有兩個形容詞形容呢位大祭司個，大家揾唔揾到出嚟啊？係啦，大家真係聰明。係啊，佢係偉大嘅。首先，咁喺原文咧，嗱喺偉大呢個字咧，一聽到嘅時候，你諗起乜嘢啊？偉大即係咩啊？好勁係啦，我聽到勁啊嚇，好犀利㗎咁樣。嗱，原文裏邊咧，偉大呢個字咧，佢係包含咗咧令人驚訝啦、尊榮啦、超越啦嘅意思喺裏邊嘅喎。所以其實呢個亦都係咧希伯來書嘅一個好重要嘅主題咧，就係我哋嘅大祭司耶穌，佢係超越嘅，佢係尊榮嘅，佢係勝過其他一切地上嘅大祭司嘅。嗱，偉大有呢個意味。咁另一個字頭先都話啦，進入高天嘅，佢係嗰位升到高天之上嘅嗰位祭司。咁而咧喺希伯來書7章26節嗰度咧，都有一句説話咁樣形容呢位大祭司嘅。嗰度講到話，像這樣聖潔、無邪惡、無玷污、遠離罪人、高於諸天嘅大祭司。咁所以其實佢係升到高天，高過諸天。嗱，呢個天咧喺原文裏邊嗰個字咧係一個眾數嘅字嚟嘅，即係唔係一個天，係有一層層好多嘅天。咁保羅都曾經講過嚇，喺林後12章度提到咧係有3層天，係咪？咁所以呢度係講到咧，其實耶穌基督佢係進入咗，佢係咧經過咗諸天嚇一層一層，去到至高嘅嗰個天上邊。地上嘅大祭司咧，佢哋最多能夠去到地上嘅至聖所嘅啫。但係唯有我哋呢一位大祭司，佢係升到高天之上，入到去天上嘅嗰個至聖所。咁所以喺希伯來書9章24節咧，亦都講到佢話，因為基督不是進入人手所造的聖所，如今為我哋顯在神面前。所以佢進到高天之上嘅嗰個至聖所嘅當中。去到至聖所，原先嘅話大祭司喺裏邊做咩㗎？為百姓獻祭贖罪啊嘛。咁所以耶穌基督嚟到天上邊嘅至聖所，進入到嗰度安然咁坐喺上帝嘅右邊嘅時候，其實都係意味住佢已經為我哋完全咁樣成就咗所有嘅救贖工作啦。一切嘅救贖工作已經完完全全咁樣成就咗啦。所以佢翻返去天上嘅至聖所嘅當中，咁但係咪就等於佢休息啦、安歇啦、乜都唔使做啦？咁就坐喺天上邊嚇父神嘅右邊咧，就睇住我哋人間嘅人咧去悔改，將來咧由嗰度咧從天而降審判呢個世代咧，係咪佢一切嘅工作已經止息喺度等呢？又唔係嘅喎。如果喺羅馬書8章34節嗰度咧，佢話：誰能定他們的罪呢？即係指世人嘅罪嚇。有基督已經死了，並且從死裏復活，現今在神的右邊，也替我們祈求。
講緊俾我哋聽嘅係咩？主耶穌而家去做緊乜嘢？為我哋祈求啊！佢唔係翹埋手坐喺度等啊，將來翻嚟審判你哋。而家我休息下先咁，而係佢仍然喺度工作，佢仍然喺度為我哋喺度祈求。想象一下，喺而家呢一刻，我哋呢位主耶穌，佢就坐喺父神嘅右邊，逐一咁為我哋每一個人提名去祈求。佢知道你嘅需要，佢知道你裏邊經歷緊啲乜嘢。呢一刻佢知道你有啲咩嘅擔子，有啲咩咧，你仍然喺度等候緊嘅。佢逐一咁提你嘅名字，為你喺度祈求緊。呢個就係我哋嘅主，佢而家去做緊嘅嘢。其實每到上到呢度嘅時候，我自己都會感動嘅。耶穌基督佢一直就係咁樣，仍然為我哋喺度工作，深知我哋每一個人嘅需要，為我哋喺度禱告祈求。係佢正坐喺父神嘅右邊，為我哋代求。我唔知聽到呢度嘅時候咧，你裏邊你嘅感受係點樣？你諗起嘅係啲咩嘢？原來有一個人，咪一位神嚇，佢當我哋仍然喺度軟弱，我哋仍然喺度逃避嘅時候嚇，我仍然都諗緊點去面對我哋嘅父神嘅時候，佢已經喺度為你做緊嘢。喺你不知不覺間，佢為你喺度禱告祈求。呢位大祭司係邊個啊？就係耶穌神嘅兒子。嗱，呢個稱呼裏邊咧係特別咁樣講出咗我哋呢一位咁尊榮嘅大祭司佢嘅兩個身份，係耶穌就係佢代表佢係人子，而另一個咧就係神嘅兒子。喺呢兩個身份係耶穌上帝嘅兒子擁有住嘅，係話緊俾我哋聽。係啊，我哋呢一位基督，我哋呢位大祭司，佢係兼具住神人二性，佢係完完全全嘅神，亦都係完完全全嘅人。呢種神人二性係其他地上面嘅大祭司唔會擁有嘅，所以唯有佢先係真真正正咁有資格成為神同人之間嘅嗰位中保。唯有耶穌能夠將人帶到去上帝面前。亦都唯有佢能夠將上帝嘅恩典帶到落嚟俾我哋，唯有佢係值得我哋完全嘅去信靠同埋去跟從嘅。係，我知道佢成就咗呢一切啊！咁今日呢位祭司同我哋今日嘅生活又有啲咩嘅關係呢？我知道嚇成就救恩，我感恩咁。但係佢點同我哋今日我哋如何活扯上咩關係呢？咁我就想同大家再睇翻咧14至16節。如果大家翻去有時間咧，你可以睇翻英文聖經。喺英文聖經裏邊咧，你會發現咧呢三句嘅句子裏邊咧，其實有一個嘅字句嘅模式喺度，有一個 pattern 喺度嘅嚇。就係咧，如果英文睇咧，就係我哋有 we have， 我哋有嘟嘟嘟嘟嘟咁樣咧，就讓我哋 let us 嘟嘟嘟嘟嘟。我哋有啲乜嘢啊？咁就讓我哋咁啦咁。嗱，咁我哋睇14節咧係容易睇啲嘅。你睇見係啊，我哋有一位咧偉大嘅進入高天嘅大祭司啦。嚇，咁我哋就應當持守所宣認嘅道。咁應當咧英文就會用 let us 嚇，就係讓我哋啦嚇。咁而15至16節咧就比較好似兜一兜個位㗎啦。但係其實都有呢個喺英文聖經裏面都有呢一個嘅 pattern 喺度嘅喎嚇。咁第15節咧其實有一句説話咧係比較棘嘅，就係咧並非不能，並非又不能。咁你會諗一諗，咁即係咩啊？咁嗱，呢個就係一句兩句嘅兩個嘅否定詞語擺埋一齊，又並非又不能咁。係啦，啊中文真係好啦，就係負負得正。所以兩句否定語擺埋一齊咧，就係一句肯定嘅形容詞嚟嘅。咁即係話一定能。咁所以如果擺翻喺度睇嘅時候咧，喺英文譯本裏面就話咧，我哋有一個能夠，佢必然能夠睇出我哋嘅大祭司。咁就16節話咧，我哋只管就係同樣都係啦 ，let us
讓我哋坦然無懼嘅就嚟到佢施恩座前啦。咁第一句就係，既然我哋有呢位咁超越偉大大祭司，就讓我哋持守所認定嘅。第二句就係，我哋既然有呢一位能夠體恤我哋嘅大祭司，就讓我哋能夠坦然無懼去到佢嘅施恩座前。嗱，呢三句嘅說話講緊俾我哋聽，呢位大祭司同我哋今日嘅生活點樣實際上扯上關係。佢讓我哋能夠好咁持守我哋所相信嘅，讓我哋能夠坦然無懼嘅去到上帝跟前。即或我哋行出門口就軟弱，離開個禮堂我就已經可能個心思意念裏邊已經呢，即係犯緊一啲上帝唔喜悅嘅嘢咁。但係讓我哋能夠坦然無懼去到佢跟前，讓我哋能夠好持守我哋所宣認嘅。我哋分開兩句嚟睇啊。主耶穌係我哋偉大嘅大祭司，咁我哋要持守所承認嘅道。咁我就要問啦，我哋應該持守嘅，應該承認嘅係啲咩咧？咪道咯咁。啊，原來咧同樣啦，係中文聖經擺咗個道字喺度嘅啫。喺原文裏邊咧係冇道呢個字嘅。原文裏邊就係話咧，我哋應當持守所承認嘅。如果係咁嘅時候，咁我哋要持守所承認嘅係啲咩嘢咧？嗱，根據上文，我哋釋經就要睇上文下理噶嘛，係咪？根據上文，即係前邊嗰半句咧，係講緊我哋呢個大祭司係耶穌基督啊，佢係偉大噶，升到高天之上噶，係咧耶穌係上帝嘅兒子啊。咁如果用上文去睇咧，咁我哋所要持守嘅就係我哋要好好嘅去認清楚耶穌係我哋所宣認嘅大祭司，除此以外再無替代。嗱，呢一個係好重要嘅一個宣認，特別對初期教會嚟講。頭先我話啊嘛，猶太嘅基督徒如果要走回頭路嘅時候咧，佢要翻去揾翻祭司嘅制度噶啦。所以對於初期嘅教會嚟講，呢一個嘅提醒嘅重要就係令到猶太嘅基督徒佢哋唔再需要借用人間嘅嗰個祭司體系作為佢哋與上帝之間嘅嗰個嘅媒介嗰個中保，而係單單信靠耶穌就得啦。就好似羅馬書10章9節，你們若口裏認耶穌為主，心裏信神，叫他從死裏復活，就必得救啦。嗱，呢個唔單單對當時嘅猶太信徒嘅一個呼籲嚟嘅，亦都係今日對我哋，今日我哋作為基督徒，我哋要重視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嘅責任，我哋要去承擔嘅，就係耶穌先係我哋所宣認嘅大祭司，我哋需要去持守嘅。今日我哋係咪持守？我哋係咪能夠持定咁去宣認耶穌神嘅兒子就係我哋唯一嘅大祭司，係我哋唯一嘅永遠嘅中保，而唔再去尋求世間其他嘅倚仗呢？無論我哋失腳，無論我哋軟弱，無論我哋喺艱難裏邊，無論我哋覺得幾咁乏力都好，係咪我哋都能夠堅定咁去持守宣認，唯有耶穌基督係我哋嘅中保，係我哋嘅大祭司，而唔需要再尋求世間其他嗰啲力量嘅依仗呢？呢一份持定對你嚟講係意味住乜嘢呢？唔係單單口裏邊嘅一句口號去宣認，係喺我哋生活裏邊每一天裏邊，我哋都懂得咁樣去持守，咁樣去依靠呢。而頭先話第二句，耶穌佢係能夠體恤我哋嘅大祭司啊，讓我哋坦然嘅嚟到施恩座前嘅。呢度講緊俾我哋聽，我哋唔單單有一位偉大嘅大祭司，呢位大祭司更加係能夠體恤我哋嘅軟弱嘅。佢唔單單能夠體恤我哋嘅軟弱，佢更加能夠幫助我哋喺軟弱裏邊站立得穩嘅。因為佢係恩典夠我哋用，佢嘅能力喺我哋嘅軟弱上邊顯得完全。體恤呢個字咧，你點去理解啊？
好體諒我嘅咁。體恤呢個字咧喺原文裏邊咧有個含義，就係同我哋一齊受苦啊，唔係淨係你咁慘我體諒咁，而係同我哋一齊受苦，能夠感同身受，能夠咧同我哋喺軟弱嘅裏邊，同我哋有嗰種共情嘅。所以如果我哋呢位祭司大祭司耶穌，佢能夠同你去完完全全咁樣共感共情，體恤你嘅軟弱嘅時候，咁你仲有啲咩嘅理由唔可以向佢傾吐心事呢？你仲擔憂啲乜嘢嘢呢？佢完全明白你，佢完全能夠經驗你所經驗嘅。係啊，佢同我哋一樣啊。經文裏邊話與我們一樣，佢都會肚餓，佢都會口渴，佢都會困乏，佢都會有需要，佢都會有憂傷，佢都會有痛苦，佢都會有憤怒，同我哋一樣。喺現代嘅人嘅生活裏邊咧，我哋真係好多壓力嘅。你有試過孤單嘛？試過，但係主耶穌比我哋更孤單。佢孤孤單單咁樣降生為人，佢孤單咁樣面對審判，佢孤孤單單咁踏上各各他，佢孤孤單單咁樣被釘起十字架。當我哋覺得我哋都有困倦嘅時候，耶穌比我哋更加困倦。喺3年多嘅日子，佢四出傳道嘅時候，佢日以繼夜咁樣去醫病、趕鬼、教導人，面對好多嘅攻擊。佢甚至連食飯休息嘅時間都唔夠。喺被賣嘅嗰一夜，啲門徒都攰到瞓晒覺啦。耶穌佢極度嘅困倦，佢係不能入睡。佢一個人跪下嘅嚟到去禱告。或許我哋都會覺得我哋有困乏、有貧窮嘅時候啊，經濟唔好啦咁。但耶穌比我哋更加嘅貧窮。聖經裏邊話狐狸有洞，天空嘅飛鳥有窩，人子卻係連枕首嘅地方都沒有。有陣時我哋都會覺得我哋孭住好重嘅重擔，但耶穌比我哋擔嘅更加重。佢擔當咗你我嘅憂患，佢背負咗世人嘅罪孽。係啊，佢飽經憂患，佢忍受住毀謗、辱罵、背叛、離棄，最後佢為我哋所有嘅人釘死喺十字架上邊。主佢能夠感受我哋嘅感受，係因為佢站喺我哋嘅位置上邊，甚至佢代替我哋受死，為我哋承擔咗所有因為罪孽而嚟嘅痛苦。但係佢冇犯罪，所以我哋只管坦然無懼嘅嚟到施恩嘅座前，因為佢能夠幫助我哋勝過呢一切嘅軟弱同埋試探。坦然無懼呢4個字，我哋聽到嘅時候，其實可能個心都會覺得好舒服。坦然無懼，有人翻譯出嚟咧係話係滿有信心咁樣嚟到，唔單單係唔驚，更加係滿有信心咁樣嚟到。係大膽嘅，係自由嘅，係將每個思想、感受、願望都能夠盡情咁樣講出嚟嘅。呢一份就係坦然無懼。而施恩座呢，我相信大家都聽過呢個詞彙，係咪？佢係喺聖殿裏邊嘅至聖所裏頭，係代表住神嘅同在。聖經描述咧有2位嘅基路伯咧，高展住佢嘅翅膀咧，嚟到蔭庇住、維護住咧當中上帝嘅嗰份聖潔同埋榮耀。一般人唔可以進入至聖所，連喺聖所裏邊供職嘅祭司都唔可以，只有大祭司1年1度喺贖罪日能夠進入去。大祭司入到去咧，就要將嗰啲祭牲嘅血咧灑喺嗰啲嘅角落口嗰度，向神咧嚟到去祈求咧嗰份嘅恩典，叫罪得赦免。但係如果大祭司入到至聖所裏邊，面對施恩座嘅時候，佢自己都冒犯咗上帝嘅聖潔，
佢自己都帶住罪嘅話，咁佢哋隨時咧就會喺至聖所裏邊咧被呢位聖潔嘅上帝擊殺。所以咧，有人話咧，大祭司入至聖所之前咧，其實佢隻腳係綁住一條紅繩，然後掛住啲啷啷嘅。點解要咁做咧？就係因為佢行入去嘅時候，出邊嘅人聽到啲啷啷聲咧，就知道大祭司仍然活着，佢冇被擊殺。但係啲啷啷聲止息咗嘅時候咧，咦？聽咗一段時間都冇晒動靜嘅，咁出邊嘅人就知道咧，可能佢裏邊咧已經被擊殺。但係其他嘅人唔可以入至聖所喎，咁點算啊？1年後先等另一個大祭司入去啊，咁就即係成個至聖所都唔知變成咩樣。所以佢哋會將嗰條紅繩咧就拉翻出嚟，即係拉翻大祭司出嚟。咁所以你想象一下，大祭司入到至聖所嘅時候，佢係咪好開心、好雀躍咁？Hello， 上帝，我嚟啦，我嚟獻祭啊！你好嘛咁咧？唔係㗎，佢係懷着咩心情入去啊？戰戰兢兢，好敬畏，甚至咧帶住一份嘅惶恐入到當中㗎。但係奇妙嘅係今日我哋嘅大祭司耶穌，佢能夠讓所有信靠佢嘅人都可以坦然無懼咁進入到去喺呢個施恩座前嚟到去求恩典。昔日係戰戰兢兢，今日呢，我哋能夠坦然無懼，唔係因為我哋有幾聖潔，但係因為我哋嘅主耶穌基督，佢為我哋所成就嘅。所以呢個施恩座再唔係讓人戰驚恐懼嘅一個嘅地方，而係成為咗叫人得憐憫、蒙恩惠嘅一個地方。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對比。我哋呢位可親近嘅、全然明白憐恤我哋嘅大祭司，佢打開咗通往呢個施恩座嘅門。佢嘅救贖係改變咗人同神之間嘅嗰個距離，為我哋開出一條又新又活嘅路。咁我要問下大家啦，今日你係常常都能夠坦然無懼咁去到上帝跟前，因為仍然係帶着嗰一份嘅恐懼、戰驚不安呢？當你已經知道耶穌為你打開咗通向施恩寶座嘅呢條道路嘅時候，你會點樣改變你禱告嘅生活啊？你會點樣改變你禱告嘅嗰種生活呢？都讓我哋記住，我哋所面對嘅唔單單係一個聖潔公義嘅上帝，同時我哋所面對嘅係一位有親身經歷、能夠了解我哋所有苦情嘅嗰一位大祭司。呢個係何等大嘅一份恩典。嗱，嚟到呢度係咪一切都美好啦？我哋好得釋放噶咯，我哋能夠咧好自由咁樣咧滿有信心咁樣咧，將我哋心裏邊所思所想、所憂所慮所求嘅一切嘅嘢同神講噶咯。咁所以嚟到呢一度一切嘅救贖工作完成啦，又升翻去高天啦，我哋嘅主，咁係一個 happy ending 嚟噶啦，係咪？按理就應該停喺呢度噶啦。我哋開開心心咁去敬拜就得啦咁。但係咧，希伯來書嘅作者並冇停喺度，佢仍然有未講完嘅説話㗎。咁因為時間有限呢，我就跳咗去唔同大家繼續睇落去呢5章1至6節嗰度啦。咁翻去呢，大家好好咁睇，因為都係好值得我哋去細味嘅。我直接同大家跳去呢，諗5章7至9節，我哋一齊讀啊！基督在他肉身的日子，曾大聲哀哭，流淚禱告，懇求那救他免死的神，就因他的虔誠蒙了應允。他雖然為兒子，還是因所受的苦難學了順從。既然他得以完全，就為凡順從他的人成了永遠得救的根源。嗱，你到度咧，作者筆鋒一轉，就從嗰種咧頭先講到升到高天嘅榮譽裏邊嗰種咧，即係我哋可以咧，即係坦然無懼嘅嗰一份嘅恩典嘅裏邊咧，一轉過嚟呢度講緊嘅，翻返去又再重提喺世上邊嘅苦難。
第7節講話，曾大聲哀哭流淚禱告。主耶穌幾時有大聲哀哭流淚禱告啊？你會諗起咩場景啊？客西馬尼係喺受苦節嗰日，我哋都會可能重溫客西馬尼，係喺福音書裏面都提到噶。當耶穌基督喺客西馬尼園禱告嘅時候，喺被賣嘅嗰一夜，佢極其傷痛，禱告更加懇切，汗珠如大血點滴在地上。所以雖然經文冇明言，但係大家都會覺得呢個大聲哀哭流淚禱告就係發生喺客西馬尼園嗰度。喺嗰度，主佢經過咗內心好深處嘅一啲好強烈嘅掙扎，同埋呢一啲嘅哀傷，以至佢要大聲嘅哀哭流淚嘅禱告。然後佢度做乜嘢呢？禱告，佢話懇求那能救他免死嘅神，就因他的虔誠蒙了應允。咁你會唔會有啲疑問就咦，求免死啊？主耶穌唔想死，佢怕死咁，冇理由嘅。因為佢喺進入耶路撒冷嘅時候咧，佢多次咧同佢嘅門徒預告咗，佢將要喺耶路撒冷受死嘅。不過啲門徒聽唔明啫。而且佢一路行去耶路撒冷嘅時候咧，其實都有人警告過佢嘅，希律王要殺你啊！你唔好上耶路撒冷啦咁。但係佢仍然係前行嘅。咁睇嚟佢唔係怕死，唔想死嘅喎。咁佢求乜嘢咧？咁有啲解經家就話求免死咧，嗰個字係咧從死亡裏邊出嚟，唔係唔使死，而係死後復活，從死亡裏邊出嚟咁。咁但係我哋睇翻聖經咧，就係主耶穌同樣都一早已經同啲門徒講咗，喺耶路撒冷佢會受死，並且咧死後第3日復活嘅。不過啲門徒都係聽唔明啫。咁既然主都好清楚知道佢會死後復活嘅，咁佢就唔需要求呢一樣嘢噶啦。咁究竟耶穌基督佢求嘅係咩嘢？佢蒙應允嘅又係啲咩嘢呢？就讓我哋一齊嘅翻去主耶穌被賣嘅嗰一夜啊，喺客西馬尼園裏邊，耶穌基督佢經歷咗極大嘅一種人性嘅煎熬。佢喺孤單痛苦裏邊呢，佢再一次受到一啲嘅誘惑。咩誘惑啊？就係要逃避十字架嘅嗰一份嘅誘惑，以至佢講出佢話：我嘅父啊，倘若可以，求你將呢個苦杯挪開啊！但係靠着禱告，靠着佢對父神嘅信服敬畏，佢喺最後嘅呢一個誘惑試探當中，佢都得勝，以至佢接住講：然而不要照我嘅意願，而係要成全你嘅旨意。就係呢份完全嘅信服，被上帝所喜悅，蒙神垂聽，所以佢所要嘅嗰一個嘅應允，就係佢能夠完完全全咁樣信服神嘅旨意。父神都聽咗，以至佢加添力量，能夠完全全咁信服神嘅旨意。喺第8節裏邊講，佢雖然為兒子，但係咧仍然因所受嘅苦難咧，學會咗信服。係有人話，一個人未曾因為信服真理而受過苦難嘅話，佢就唔懂得乜嘢係真正嘅順從。一個人未曾因順從真理而受過苦，佢就唔懂得乜嘢係真正嘅順從啦。原本基督耶穌佢嘅神性係唔需要去學習順從嘅，因為佢本來就係嗰個三一嘅上帝，佢就係聖子。但係當佢道成肉身喺人性裏邊嘅時候咧，佢係需要去學習順從。而喺基督嘅人生裏邊呢，係睇得到順從呢一個功課係貫穿住佢嘅生命㗎。呢一段嘅經文，大家有冇印象喺邊度講㗎？耶穌說：為什麼找我呢？豈不知我應當我以父嘅事為念嗎？
喺咩嘅情景裏邊主耶穌講㗎？係啦，阿媽揾仔嘅時候，就當耶穌仍然係一個孩童嘅時候，阿約瑟同瑪利亞咧帶佢翻耶路撒冷過節，過逾越節。咁過完節就翻去鄉下㗎啦嘛，點中途發現唔見咗阿仔，咁於是爸爸媽媽就好驚啦，即係兒童走失，咪即刻翻去耶路撒冷揾，點解留低咗阿仔嘅咁？咁發現耶穌就喺聖殿嗰度咧，同啲文士啊、律法師啊喺度咧就談道。咁瑪利亞就話：你做乜嘢啊？你知唔知我哋幾驚周圍揾你啊？嚇死阿媽啦咁。咁耶穌就話啦：你做乜揾我啊？豈不知我應當以我父嘅事為念嗎？耶穌從小仍然一個孩童嘅時候，佢知道佢要記掛嘅係乜嘢事情，係父神嘅事。第二句説話呢，你喺邊個情景講㗎？耶穌說：我嘅食物就係要遵行差我來者嘅旨意，作成他的功。幾時講㗎？大家翻去慢慢睇聖經，係喺撒瑪利亞同井旁嘅婦人談道之後，咁嗰個女人又悔改啦，咪叫埋成個村嗰啲人嚟見耶穌都悔改啦咁。有啲門徒先施然話：阿夫子啊，我拎個食物翻嚟俾你食啦咁樣。咁耶穌就話啦：咩係我食物呢？就係遵行差我來者嘅旨意啊！所以佢捱住肚餓幾攰都好，都同井旁個婦人談道，都同成個撒瑪利亞嗰個鄉鎮嗰啲人去談道咁。耶穌佢喺一生，佢都係實行緊上帝交付俾佢嘅嗰份心意，未完喎，仲未夠喎。佢用佢一生去學習順服，並且承擔住因為順從而帶嚟嘅後果，就係最後全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穌基督佢嘅一生都係喺度實踐緊上帝交託俾佢嘅，要因着呢一份至死順服而得勝嘅經驗，佢完全啊！佢唔單止完成咗父神交託俾佢嘅嘢，佢亦都能夠成為咗信徒永遠得救嘅根源，成為咗我哋永遠嘅嗰位大祭司，人間嘅中保。呢一份永遠嘅順從，呢一份咧貫徹始終嘅順從，讓佢成為咗我哋永永遠遠嘅嗰個得救嘅根源。既然耶穌基督站喺人子嘅地位上邊，因所受嘅苦難都學咗順從，咁我哋今日我哋每個跟從佢嘅門徒，係咪都應該要去效法佢呢？咁我就要問下大家，或者我哋一齊嚟到去思想一下，耶穌喺苦難裏邊學咗順從，咁我哋喺我哋嘅苦難裏邊，我哋學咗乜嘢呢？我相信大家都唔係一帆風順嘅，係咪？過往都或多或少有好多嘅唔同嘅考驗嚟到你哋嘅生命裏頭。我哋喺我哋自己嘅苦難裏邊學到乜嘢？學懂埋怨，學懂猜疑，學懂逃避。因為我哋好似主一樣，我哋學懂更加貼近上帝嘅心意，更加明白神喺我哋生命裏邊嘅工作呢。如果客西馬尼園係代表住困難、代表住孤單、代表住掙扎嘅話，咁樣你嘅客西馬尼園喺邊度呢？喺我哋處身嘅社會裏邊，一喺你嘅公司、喺你嘅家庭嘅當中啊，喺你人際關係嘅裏頭，甚至喺教會，你嘅客西馬尼園喺邊度呢？而喺客西馬尼園嘅考驗嘅裏邊，喺呢啲嘅艱難、痛苦、孤單、恐懼嘅裏邊，我哋係選擇去信靠、順從神啦，抑或我哋係選擇失信、背棄我哋嘅上帝呢？喺你嘅客西馬尼園當中，喺你嘅孤單、痛苦嘅裏頭，你會點樣選擇？馬可福音8章34節裏邊咧講到，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佢嘅十字架嚟到跟從我。係啊，凡唔背起十字架跟從主嘅，就不配作主嘅門徒。
教會嘅讀經運動裏邊咧，其實過往呢段日子咧，都係咧去借用咗以道喻苦嘅嗰個 Apps 裏邊嘅分享啦。咁我就好喜歡咧3月8號嗰個分享嘅，咁大家有時間翻去再重睇啦。嗰度講到一嘅計算作門徒嘅代價，當中咧嘅作者佢係用約翰衛斯理一個神學家佢嘅教導咧嚟到去分享喺度咧。我想借用阿約翰衛斯理佢點樣去睇捨己，點樣去睇背十字架，點樣睇順從咧，要同大家再一次嘅去重溫一下。約翰衛斯理提到佢話咩係捨己啊？捨己唔係咧，我哋自己要去刻苦耐勞，自己自虐，要換取一種屬靈嘅優越感。睇得我幾艱辛，我就幾屬靈啦咁。佢話捨己嘅本質係咧喺每一件大事小事上邊，我哋都拒絕讓我自己嘅意思嚟到作王，因為唯有神嘅旨意先至係我哋行事為人嘅一個最不可更改嘅準則。咁事實上好多時咧，我哋現實生活裏邊咧，我哋遇到好多艱難挑戰嘅嚇。咁呢啲艱難挑戰咧，或者係一啲嘅考驗咧，係會令到我哋想逃避嘅時候咧，我哋會去差啲嘅就我哋會作惡啦。冇咁差嗰啲，我哋都會暫且唔行善住啦。就譬如你見到一啲嘅不公不義嘅事情發生，咁我哋唔想惹麻煩啊，唔想帶嚟自己嘅虧損啊，我哋就唔出聲啦咁。有時我哋都會跌喺呢一啲嘅咁樣嘅考驗嘅裏頭。咁佢話十字架係乜嘢咧？喺約翰衛斯理嘅眼中，話十字架往往係代表住嗰啲咧，同我哋嘅意願相反，叫我哋覺得唔舒服嘅嘢。嗱，不一定係要你好轟轟烈烈咁殉道嘅，而喺日常生活裏邊，最日常不過嘅事情裏邊，我哋會唔會因為忠於基督，而我哋要去承受一啲會出現嘅失落、誤解、被壓制，但我哋仍然願意付上代價去順從呢？佢話背起十字架就係你明明可以揀避開㗎，你可以揀唔背起㗎，但係佢係順從神嘅旨意，而甘心選擇嗰一條比較痛、比較苦、比較艱難嘅窄路而前行呢？所以背十字架唔係我哋受咗咩苦，而係我哋願意跟從邊一個而甘願付出代價。你願意跟從邊一個？你願為此而付出點樣嘅代價呢？所以約翰衛斯理佢話：真正嘅捨己係讓上帝嘅恩典將我哋將人從自我中心嘅嗰份捆綁裏邊釋放出嚟。呢個就係反而係捨己，將自己交翻俾主耶穌基督。我哋選擇去跟從佢，喺每一日嘅選擇裏邊，我哋都辨認清楚。如果要逃避唔舒服，就要妥協嘅嗰啲嘅場景時刻，然後我哋靠着主嘅恩典，我哋選擇去跟從神。所以十字架唔係單單係一個受苦嘅符號，係更加係我哋生活裏邊嘅選擇，係我哋嘅價值次序嘅一個重整。你將乜嘢擺喺首位？你嘅價值嘅取向係點樣？呢個就係背起十字架。主耶穌基督佢作咗我哋嘅榜樣，佢點去選擇？佢點樣去順服跟從神嘅旨意？而我哋作為主嘅門徒，我哋又如何呢？如果捨己係解釋為讓上帝嘅旨意成為我哋行事最高嘅準則嘅話，咁你願意喺預苦期最後呢一個星期裏邊，你願意為主去作一個點樣真實嘅順服嘅行動呢？哪怕係少少嘅一步，為需要嘅人代禱，好似主為我哋代禱一樣。去關心下個被忽略嘅人，可能呢個人不嬲你唔係太喜歡佢嘅，你願唔願意關心下佢呢？你願唔願意靜落嚟好好讀一卷上帝嘅話語呢？你願意為主放低一啲乜嘢唔好嘅習性？你願意交出啲乜嘢呢？讓我哋都實踐呢個順從嘅功課。我好喜歡呢幅 PowerPoint 嘅一張圖。
主耶穌佢喺苦難裏邊學咗順從，提醒我哋信仰唔係逃避困難，而係喺度困難嘅當中，我哋持守信靠。所以弟兄姊妹唔好怕，即係話今日我哋仍然會有軟弱，我哋仍然會有犯錯嘅時候，但係我哋嘅大祭司耶穌，神嘅兒子，佢明白一切屬人嘅艱難，佢仍然不斷咁為我哋代求。就讓我哋能夠勇敢咁樣去到父神嘅跟前，坦然無懼咁向佢傾吐我哋嘅一切，並且讓佢幫我哋學習真正嘅順從。因為耶穌佢就係我哋嘅大祭司，佢就係我哋永遠嘅中保。讓我哋一同嘅禱告。親愛嘅恩主，感謝你憐恤我哋嘅軟弱，成就咗永遠嘅救恩。主啊，讓我哋嘅生命因你而得着更新，持守我哋所宣認嘅。求你教導我哋每一個人喺我哋日常生活嘅選擇裏邊，我哋都甘願背起十字架，拒絕讓自己嘅意思作王。求主你幫助我哋勇敢咁樣學習你，順服我哋父神嘅旨意，直到見你嘅面。禱告奉主耶穌名，阿門。我哋多謝招傳道俾我哋嘅提醒，讓我哋再一次起立。我哋唱一首立志歌，願我哋效法我哋嘅大祭司耶穌基督，效法主嘅順服，效法主嘅謙卑，讓我哋成為神榮耀嘅器皿，將盼望帶俾有需要嘅人。诚实的人，安慰被爱的人，报告他的恩典，但了乃大。我是神在神荣耀的器皿，我是神在神大能的器皿，星星发光，神的荣耀发现照耀我，左眼左光，将盼望他眼前你。比努地的释放，比丘的出战怒，因耶稣的名，圣洁要发sáng，彻底的要伸走，下地要看见，耶稣在这里，天国在这里。我是神在神荣耀的器皿，我是神在神大能的器皿，星星发光，神的荣耀发现照耀我，左眼左光，将盼望他眼前你。求主使用我哋，請坐。萬物都係主所賜嘅，我哋將從神而嚟嘅獻俾主。現在就讓我哋藉金錢奉獻，再一次表達我哋對神恩典嘅回應。我哋請司事。
起立，我哋同唱奉獻詩。身心獻上，求成為活祭獻情，純全聖潔，沒有玷污，感恩讚美，如活祭獻情，誠實獻上給你。求主悅納我哋所獻嘅。請坐，唔該司事。跟住係歡迎同埋默禱嘅時間，我哋將時間交俾朱傳道。弟兄姊妹，主平安，歡迎大家嚟到今日崇拜嘅時間，都好高興見到大家。咁借朝傳道分享啦，而我哋都知道咧，耶穌係嗰個超越嘅主基督。我見咧在座都大家熟悉嘅弟兄姊妹啊，俾簽名啦，俾祝福下。然後我哋都睇睇由唐家事嘅時間。係啦，嬰孩奉獻禮啦，講咗好多次㗎啦。咁如果咧真係有感動嘅，就請咧一去報名去參與。記住咧，如果去做呢個嘅奉獻禮嘅話咧，父母係雙方都必須要咧去參與呢個4月12號同埋19號嘅呢個嘅課程嘅。咁大家留意。另外啦，復活節嘅佈道會今晚就係咯，大家咧有冇邀請身邊嘅弟兄姊妹、朋友、親友去參與咧？難得有咁嘅機會啦，一年都未必有一次啦，嗬！所以鼓勵大家咧可以同佢參與。記住係今晚喺邊度搞啊？社區會堂，千祈唔好你去錯地方喎。同埋咧係晚上7點鐘去到9點15分嘅，所以請大家啦食完嘢先過去啦。如果唔係咧肚一餓就唔好啦，係咪先？好啦。就跟住啦，復活節崇拜啦，就係嚟緊4月3號啦，下個星期5嘅時間就會由我講到啦。咁主題咧係他愛我們到底嘅，咁樣時間係10點鐘至12點鐘喺教會嗰度進行，大家留意。另外啦，復活節崇拜都係4月4號啦、4月5號啦，星期6日崇拜照常時間嚟嘅。咁有衛生傳道去分享啦，主題係復活嘅主使人生命改變，咁願主去使用。就跟住啦，台灣短宣啦。3月底咧就截止㗎啦，咁難得有呢個嘅機會啦，就出香港，鼓勵大家如果未報名而符合資格有心志意嘅話咧，唔好再猶豫啦，把握機會一同去報名。我可以透過咁樣可以去呢個嘅接待處嗰度索請呢個嘅報名嘅表格啦，去填寫就可以㗎啦。再跟住啦。4月中嘅時間咧，會有呢個嘅宣教嘅培靈會嘅，咁有周成牧師，正係喺台灣嗰邊嘅宣教士啦，同我哋分享一個主題係宣教人生使命嘅動力，咁樣都係啦，鼓勵大家同參與。係啦，呢個嘅奉獻收據啦，嗰個嘅截止嘅日期咧就喺月底咧就會係截止㗎啦。咁跟住奉獻嘅咧就撥為下年度計算。咁樣大家如果之後咧就係會撥為下年度計算啦。咁預計嗰個嘅收據咧會喺4月底以電子形式咧發放俾大家嘅。咁大家咧如果未收到或者係點樣嘅話，可以去查詢了解。再跟住啦，2月份嘅收支報告咁睇睇咯。我哋見到啦，其實咧，我哋今年我哋嘅支出啦，都有一啲嘅支出，所以咧本月咧係有個不敷嘅，不敷咧係由呢個嘅14,977之後佢點計算啦，係啦，就係咁樣。係點解會有咁樣嘅不敷咧？因為上年呢個嘅月份嗰個時候咧，有幾筆好大額嘅奉獻啊。但係今年就變翻一個比較正常嘅奉獻啦，所以入邊有不敷嘅出現，所以都願主去紀念咁樣。另外啦，呢個係嗰個差傳方面嘅2月份嘅收支報告啦，見到咧差傳方面好好喎，即係咧都係有一啲嘅盈餘喎，盈餘咗咧係24,000多嘅，咁所以都係感謝弟兄姊妹同參與喺當中啦。同埋都係啦，慈惠之促我哋咧上次收咗嗰個咧係支援呢個嘅風雨同路人嘅奉獻啦，咁所以都感謝大家去參與，本月都有盈餘嘅，係800元正。咁所以咧呢個嘅另外都係抗糖嘅支出啦，因為冇使用過任何嘅金錢奉獻啦，所以都係同樣有呢個嘅盈餘嘅時間，所以都係再一次感謝弟兄姊妹即係熱心嘅奉獻。見到大家咧都係好努力去為教會去付出嘅，都願主去繼續報答大家。係啦，跟住呢個咧係新嘅報告嚟㗎啦。
而家咧，我哋嚟緊咧會再一次去即係邀請大家去一同係加入呢一個嘅醫院嘅探訪嘅一個嘅義工嘅認領嘅群體。醫院裏邊有好多即係未聞福音嘅人啦，佢都好需要福音。所以如果你有時間亦方面嘅話咧，可以一同去參與。咁樣都係啦。但係有要求嘅，佢要求咧喺4月7號4月至7月期間咧係至少需要3次嘅課堂啦，同埋3次嘅工作坊嘅培訓啦。咁完成培訓之後咧，更加咧係可以參與每個月最少1次嘅醫院探訪嘅。咁為期咧去到2027年嘅12月31號。咁詳情咧可以喺接待處索取報名表格去參與。咁同樣啦，指報名日期咧好快去到㗎啦，4月12號。咁大家咧留意。跟住冇好多時間，今天好想咧為到即係我哋今天晚上啦，嗰個未完嘅故事嘅報道會啦，去禱告啦，願主去使用。保守當今日嘅講員阿楊麗珊傳道啦。另外，我哋都會同樣為到嗰個嘅戰士禱告啦。今天啦，見到以色列去轟炸加沙嗰邊一啲嘅流離失所嘅地方，造成咗好多人嘅傷亡。即係我覺得呢個都係唔係神喜悅嘅事情。所以願主去看顧引領。另外，俄烏方面嘅戰爭咧都依然不斷，所以求主去紀念。請改起立。讓我哋一同禱告。親愛嘅耶穌基督，多謝你，因為你係嗰個超越諸天嘅祭司。我哋深知道我今日能夠相聚，係因為你救贖嘅恩典。求主恩領，讓我哋能夠去真係為你去成為美好嘅見證。我哋喺天上面嘅主，願你嘅救恩同埋榮光充滿你嘅教會。我哋同心將未完嘅故事音樂劇報道會加喺你嘅恩手裏邊。求你去紀念眾因旋律嘅弟兄姊妹嘅擺上同埋勞苦，願聖靈充滿佢哋，使佢哋能夠演活耶穌基督你嘅死同埋復活嘅故事。求你嘅力量去加俾楊麗珊傳道，使佢能夠被聖靈你膏抹，滿有權能咁樣宣講福音。願你嘅光光照每一個人嘅心深處，使聽見嘅人都能夠得到感動，回轉歸向你。願你祝福當天今日晚上嘅聚會，讓弟兄姊妹同埋慕道者能夠坐滿嘅會堂，讓你嘅名被高舉，願你得着當得嘅榮耀，將榮耀仲讚歸俾你。至聖至榮嘅天父，公義和平嘅根基，求你去垂念今日充滿戰火嘅世界，各同國之間不止息嘅戰爭，無辜嘅平民活喺恐懼同埋無助當中。懇求你伸出你大能嘅手去施行審判，去顯明你嘅公義，使萬國嘅領袖都能夠全敬畏嘅心，憑你嘅公義去作每一個決定，為世界各地帶嚟真正嘅和平。願你紀念教會喺我哋呢個年代裏邊，能夠為嗰啲受苦嘅人帶嚟安慰，為佢流離失所嘅人去同行，為佢哋帶嚟實質嘅支援同幫助。懇求你去特別去垂念，去憐憫美國、以色列、伊朗、加沙、俄烏同埋每一個有戰爭嘅地方，使刀兵能夠止息，喺萬國裏邊能夠建立你公義和平嘅國度。主啊，願你快來，我哋需要你。我弟兄姊妹，讓我哋一同去用主禱文嚟禱告。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不叫我們陷入試探，救我們脫離那惡者。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門。弟兄姊妹，我哋同唱三一頌，將敬拜尊榮歸神。
親愛耶穌基督，我哋高舉你嘅名，因為你係嗰個超越嘅大祭司。最多謝你，用你慈愛大能去拯救我哋每一個。就願你嘅話語成為腳前嘅燈，路上嘅光，指引我哋面前當行嘅路。你使我哋每一個能夠喺地上邊為你成為美好嘅見證，求因主拖大。我咁樣能夠相聚，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得勝名字祈求，阿門。好，仲有結束嗰個彼此問安，自由散會。仲有1分鐘時間咧，就開始